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云林县是农业大县，畜牧业也过有发展，是全国畜猪的青岛的样式。不过，创造的按多的产出，是咪也同本地的好山好水破坏黑的呢？轮背议论的北港停太牌，本地是一条咸咸的河坝，畜猪的澳洲水几年头天安尼污染下来，更加变做像西毛比的水样的。人体喊做云林五河，连农民亲近的复苏路都无办法替一条河坝生存下去，猪屎猪尿处啊不了，乡民也都唔掉的。因能都发现反刍富乡持久费，这也难免囤蓄猪尿杂之间有18年多。乡亲希望政府单位开启指引，因能想要囤清腔的河坝迁到转来。啊，这无限吵啦！今仔日拄天吼有这个影响如何啦？今仔日若作抓，可能徛在遮的人哦，可能会真济差不多安尼叫不吐，24点钟拢创安尼啦。云林县环保局的会刊翕相纯正夜日拄好落雨，又有风，做无安处的。不过注落嘅几点水，对污染到安厉害的河坝来讲，根本就无透。准桥看唔出嘛变化，和乜嘅面事都有。遇到雨唔系嘅乡民，真系翻出富乡持久费，用沙鱼用站，前民众嚟抗议。我都唔是一家开记者会啊，我摸一桶迄个猪屎药吼，来去倒咧县政府头前，互伊批罚单。伊若是倒坐，伊就甲批罚单，我这20几年吼，伊要安怎甲我交代？季节猪饲料，改善黑龙江。人工嘅云林5号做一条北角停太准桥，对老人家同半路女人来讲，一条河坝係幾日條細細嘅高度睇嘢。30年前，輪背議論一大筆，青苔潮水池做嘅嘢。70年前啊，前前哦，一條橋，冇使做啊冇使拉起啦，哦冇使撩土石做嚟撩，照長啲嘅。啊，所以件起事哦，無劇劇。即擺就是我家前在迄款嘅，咱要寫字迄墨筆畫迄款水。最大盛况的时候，有将近100-200个人，我们全部都在这边游泳。不要说什么了，现在不要说河里面没有生物，连金宝螺、金玻璃都没有办法活了。你看怎么会污染成这样子？没有人管吗？連到台灣做得講冇乜東西吃得到佢嘅復蘇路都嘅小態，主地一河壩有啲澳洲結託嘅，一特別處為26年，鄉民遇到女唔係年頭係，輪背同行國小學生嘅，學主講寫到，仲係批到學主場出面，唔但搶補卡處、學校處，連街坊都出，鄉民真知道，再過按年落去做唔得啦。本來都是惡臭，如果你吹南風的話，住北邊的就很臭。吹北風就是南邊村莊裡面的很臭，有時候東風早上連學校都會臭了。啊，這個問題就是說，希望有相關單位能來整治，尤其你變成這邊都三不管地帶沒人管，垃圾也會增加，不只是黑河。雲林縣主要公開水源北部溫水河水內插壩河，包含新丘、富民海、青松葉區別排水，其中一個做北角田太準橋。其主要流過議論鄉同輪背鄉，最面會到麥寮鄉、甘義溫水河出海，全長大概15.7公里。採啲老人家講，頭擺一片生活環境越好，自從工商業發展起來，當人使出去，也特別變做畜牧業天堂、農民天育。50年前的生活，甲困得真慢。啊，留喺台灣人為農民和病啊，甲困。家户户土界跳上來，我阿就自家人攏做入去，啊，咁做了個留喺個台灣哦，而監管的工廠，而批建的些路河路探錢，所以家條過去做家條些是做啊表樣賣，規矩去做過。目前雲林縣的一個養豬大概有140萬頭，好，那8甲亭大排，那它主要的
也是流经我们就是2轮轮背这个地方所以它相对承受的一个污染物也比较多一点。云林县也全台湾血族的深度演示，除了调料同物料，亦都素材由血族太厂4种展期，讨论杯同议论，单单中小型的血族厂，抢夺8个田太准条顺项，只有134条。八角田大排大概有大概15万头的猪大概有2000多头的一个牛那大概有1万多的一个生活污水。那以污染源来讲的时候，那我们的畜牧废水是占比较高的一个比率大概可以说是90%。很多的养猪户，它事实上都是中小型规模的，没有那么大，而且是很分散它还是用过去那种传统的养猪的方法啦那再加上云林可能民风比较淳朴啦如果在其他县市，可能大家都会非常强力的去驱赶这些制造臭味的这些养猪场但是云林人非常重视那个亲戚朋友邻居之间的那个关系。伦北乡民风一淳朴，农民运动员唔系怎么出来抗议？加美啲血族嘅对云林经济也有一大帮助。为反对系认真加条头牌澳洲水污染，又咩都出旁旁嘅。村里面养猪户那么多，讲实话，他们在他们私人土地要做什么，我们没有权可以去干涉。但问题你造成污染了，为什么我们现在整个民意都起来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反臭？因为真的是太臭了，因为臭到我们家里面，连房间里面都很臭。近来那着抗议我希望讲求正义唔使做个体谅因为那冇按小个让下通政府也唔插啦经济也唔插就冇就补来可以佢一个心来有数。血族的人没有话想讲，议论血族联谊会长廖凤仪系蔡天日，佢讲头摆血族的嗰条猪屎尿确实冇经过化分子，就被直接排出去。不过对民国90年过后，佢就照法律规定来做，对减量用水、饲料加添高数、人目必安处，韩国有加的化分子10批一条，加不卡就喺多血族厂顺行。因饲条了养殖已经差不多27、8年啦。双供血嘛真久渐渐起来，其实充气，甲准充气，咧配出，一个嘛无感觉歹势啦，因为菜田嘛会因的环境。供血像小飞又飞得治老针饲条要加真枪加毛手卡毛甲款的手尾出来苗红人认为，过去来讲，血族野仔单单要照规矩来做，是讲你有本好坏，大家野白没有给无规矩的人。面对乡民对血族野仔反弹，也没有以都市懊恼。乡民系相信，蔡天然血族的唔会滥散做，不过唔信，大家血族厂都有照规矩来。人用地话讲，我嘛是有用我的化粪池呢，佮开咧几千万的呢，政府开一半，我开一半。奇怪咧，阮排水恁咧讲检举是咧检举是靠啥物？搁夸张诶，甲中华民国环保署检举，过两工来讲，人用地吼撒到你家去，那这整个国家是烂掉了嘛？我们现在造成说，我们现在跟养猪户的对立，其实我们也不愿意。讲实话，我们也不愿意啊。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哪边？谁去规范这些养猪户的？为面对面演绎起來，喺現正輪不鄉民是打天花，直接同中央嘅環保署檢舉。天日既然有血族野仔直接前檢舉日，鄉民就當天，而乎有人投降出去。雲林縣環保局澄清，嚴格要求稽查人員和保密。针对破坏环境的这样子的一个不法业者，那我们环保局一定就是严惩没有其他的可言那针对我们的环保稽查人员那我们
对稽查人员的要求，就是第一个，针对陈情报案的一个人员一定是要保密的那如果有泄密的行为，那我们就是一定严处。根源的问题还是在整体土地规划跟法令的问题。稽核当然要去稽核当然很多稽核员他面临到一个问题是说，他去稽核之后，可能他的长官叫他不要那么认真处理或是说他马上受到这个县议员的很大的压力因为在云林养猪这一块是牵涉到非常多的人的生计云林县环保联盟理事长庄志坚讲出重点，环保稽查人员抢10个人的，全县爱干的工业同畜牧业3有1700人件，人根本就唔拉。韩国一头稽查员都系药品雇人员，提防验尸层级的云林县环保局，还要面对一只东南剃头六群，头毛那些农民还卡唔得夹实，连河坝本有污染都按样，还得唔到政府有权的管理单位出来处理。堤防是阮来管的，迄个水利构造物，它污水不应该排进去。等于是我是受害者，你这么脏的水，照理说是要农业处会辅导说你做，主要是畜牧场。畜牧场本来你一个事业单位，你污水一定要经过一定的污水处理之后，才可以排出去。你就是要讲抽水的时存在，阮要求生存，要种一个小菜存在，污染你无存在。这个唔是伊管的，迄个唔是伊管的，迄个唔是伊管的。报告听太准桥系县政府管的河坝，不过云林县水利处认为此家没受害者，因正农业处爱辅导畜牧场，环保局加强稽查，水利处负责的是河坝治理，各管各的结果就系明明有只政府各单位足球外。污水的问题其实困扰全国已经唔是讲小部分啦，已经认真久。现做业者尽量图来改善规划。讲起来，最重要的，县政府的环保局，嘛做推广，嘛做大人关心的，也有早查早预，肥水再利用。环保署它有一个法令，就是我们的业者他可以来申请早查早预农地肥分使用。那这个只要申请通过那他就可以把这些早查早预不管是全量的或者是部分的，那它就可以回归到我们的一个农地上。今年在106年，我们希望推动我们的业者能够来申请。猪的饲料造成污染，畜猪业者虽然有责任，根本的问题还是政府有辅导政策冇来减少畜牧业者同民众之间的对立。中共宣布乡民免唔地进退，只要环境有改善，有好的政策，佢真係有看到效果。当然，你30年前都見以後都改，我想冇感覺，如果開始，土界都好好想，係咪做一個對立嘅事，希望講大概除了講，用1年、2年、3年時間慢慢見。人講宗旨甲目標若是對，雖千萬人吾往矣，对唔对？阮要愛是，甲阮囡仔時代會當游泳的所在扣倒來，甲魚仔扣倒來。阮的目標唔是講叫你賣飼豬，叫你賣飼牛。自家家鄉自家救，鄉民希望深圳像路頭般樣的按淳樸的田莊，土田莊下撇到青草米以外，還寥寥的撇到竹絲米。他個也怕沒有按到某個法子，無聽錯，還有人會知道一錢一公用。中共也做嘅協助太嚴，是講等到出到屁唔讓人，又還無奈後頭，無人愛答。結果按樣嘅同年來講，台灣農村有幾站幾十年了喏。